大家好，歡迎返嚟小兩論馬，強唔強勢就唔知，總之小兩就經已回港歸隊，停咗一集嘅賠率版，希望大家就可以繼續支持小兩。上集嘅排位版單邊搞掂，唔知咁多位馬友睇咗未？未睇的話，記得就支持一下。真飛嘅第三口孖寶就經已落注。今集嘅投注策略就唔會放翻出嚟，想玩第三口孖寶的話，記得就要睇翻排位版。10月30號星期四，沙田馬場將會上演8場嘅泥地夜賽，頭場就會開7點15分，排位過後賽事得個變動，頭場6號東城悅就退出，冇後備馬補上，今期3T 綠華街冇多寶。騎練形勢亦都亂到七彩，先講騎師王潘頓都係得5匹坐騎，雖然全部為10倍樓下，騎師王大熱就有5.5倍嘅分頭，可想而知真係有幾咁死亂，一共14範嘅騎師組合，最懶嘅都係28倍。假若大家真係好想玩的話，小兩就會分享12號嘅潘明輝5匹坐騎。夾碼15倍分頭，至於練馬師王又點呢？剛戰起碼嘅伍鵬志，周四就9區列陣，當中第4場更加4路輕兵，夾碼成為3.6倍嘅大熱。你問小兩的話，就一定唔再追佢。另外位列榜首，連續12期有馬贏嘅廖康銘，出馬5匹，有9倍分頭，但又唔太直播。不過小兩覺得呢，今期廖康銘亦都有王者在陣，8號嘅沈澤成同11號嘅鄭俊偉，一個9倍，一個18倍，小兩就至為中意，喺度就梗係先買為敬。節目未開始之前，希望大家就可以俾個 like 小兩，未訂閱小兩呢個波馬頻道嘅馬友，請高抬貴手，按一按右下角嘅訂閱掣。隔離有個啷啷，記得撳埋個啷啷，咁就唔會錯過我下一條嘅短片噶啦。你哋嘅支持係對小兩最大嘅動力同埋正能量。隔晚飛又到咗8899賠率版嘅小兩論馬，即刻同大家傾傾呢。周四小兩就有咩投注策略？兩條一膽三腳，先講咗第2場5班嘅1200米，12匹馬列陣。呢場嘅 Fat Check 備忘，跨季9場5班泥地1200，大熱就5冠1亞3季。今季2場5班嘅泥地賽，均有 J 步馬就川位至 Q， 30、12均屬此類。10號馬東方寶寶，徐宇射吉潘明輝嘅組合，呢匹5歲嘅紐西蘭 PPG， 服役3季，取得3Q1T， 至今日都尚未開胡。跌到嚟26分，近3戰泥地同程全有今場嘅拍檔潘明輝經手，取得2Q1T。上季中亦曾合作一次，跑過第4移回，人馬合作悉數傳入前4。5班嘅合作數據究竟呢值唔值得參考呢？真係就要買過先知。即刻就同大家睇翻呢，上場呢匹馬點跑先？排個10檔起步，63。紅帽嗰匹11號仔同步出閘之下，比起2步之後再撳到11，喺個3、4疊檔7、8位就游走，一路都冇位攝之下，焗住蝕腳程走。紅帽咧就東方寶寶啊，大外檔63寶白帽咧就係呢隻咧陽光寶貝啊，尾三準角尾二咧紅眼罩歐洲傳奇暫時殿後，風林火山嚟㗎。好啦，轉緊彎中間啊，前面放出嚟跑咧就係呢隻大番薯喎，凌厲標區跟住你先，第3位嘅馬外邊數入嚟啦。入彎前喺個4疊追趕，掟出個大外檔啊，轉入直路。快馬加鞭啊，響入邊嘅話，淺藍衫再移槍騎兵攞出去中外檔，有型勇士大外檔嗰邊咧就東方寶寶啊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埋邊位置就大番薯，中間咧就凌厲標區啊。咁啊後多層啊嘛，出邊東方寶寶啊追緊啲啦，入邊快馬加鞭就上咗少少啦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凌厲標區一路壓住大番薯，大番薯埋邊打落去仲有噶，出邊東方寶寶上緊嚟，接近終點，凌厲標區歸福特。
嚟到香港開倉呢，打開勝利之門啊！直路初潘明輝大力催策，拉士287左右就開邊，沿大外檔展開衝刺，越追越勁之下，拉士呢就講個大番薯入 Q 而返，再一次就與頭馬無緣，尾段做個22秒孖8，冠絕同群。佢上場1個月，埋門2課嚟襲啊，谷起狀態，大熱就大熱，石哥嘅馬就唔多，人馬合作又醒神，執得入邊就得入邊，鬥志係絕對不容懷疑。第2場馬膽，小兩就分享呢匹12號馬嘅東方寶寶，呢場有飛嘅馬就有368，咁就點都要拖翻隻先。8號馬嘅東方魅影，氣勢加氣威森嘅組合。季內3戰全部得個近字，落到嚟5班減到35分，隨時就可以禁制。不過就唔知係咪金鋪，幾大都要攬住佢先。再要就要隻2號馬嘅勝在有型，葉楚航加田泰安嘅組合，服役2季6戰一匹都冇嘅馬，過往嚟襲有前速，全入前3，同門師兄弟大熱，分分鐘就埋 Q 翻嚟。再要就要埋隻5號馬嘅飛雲。第2場小兩就分享12號馬嘅東方寶寶做膽，拖翻2號馬嘅勝在有型，5號馬嘅飛雲同8號嘅東方魅影，12膽拖258，之後再同大家傾多場。第7場3班嘅1200米，12匹馬列陣，呢場嘅 Fat Check 備忘，今季2場3班泥地1200均由大熱勝出，今季6場同程均由上名後再出馬就走入三甲。11號馬缺一劍，廖康明加氣威森嘅組合，騎練今季合作取得3 win 2 Q 3 T 11負，練者今季經已取得18 win，更加連續12次賽事就有馬贏，至今都尚未斷纜。氣威森今季又開靚個頭，至今亦都取8 win，騎練手風順之餘，再加上呢匹缺一劍，服役至今經已取得2 win 1 T。上季4班2勝谷草1200，之後升上3班再戰谷草就無以為繼。或許廖康銘覺得此區評分過高，今季初特定安排此區轉戰泥地1200，即刻同大家睇翻呢匹馬上場點跑先。跑咗11檔出閘，藍衫藍帽有嗰匹8號仔出閘中一中。之後神童就大力催策，昂推狂側之下就喺個大外檔逆步逆吹，跑過一半路程就拍住隻不羈雙雙領放。尾4內欄紫色衫得心之餘啊，後邊3隻方唐武士啦、金蘭兄弟啦，同埋隻成數表嚟噶。好啦，過咗呢個800米段處啦，不羈呢就走咗上去帶啊，外邊缺一劍啊跟佢埋。入彎前拍住掟彎啊，轉入直路。白衫第5就實力哥，第6位就缺一劍啊。咁啊，第6位呢仲有蒸蒸日上啊，響外邊呢仲有隻日馳千里啊。後啲嘅馬啦，走入邊，紫色衫尾5係得心之餘，掟出去嘅馬就勁先生同埋隻成數表嚟嘅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就缺一劍嘅紅眼爪嗰筆呢就熾烈神驅上去啦，外邊係一陣風上嚟啦，勁先生未換到腳，有啲內閃，不過都衝咗上嚟噶啦。中檔第4位仲係日馳千里啊，後多浸嘅馬先就新意馬蒸蒸日上，最後100零米勁先生將對手越拋越甩，輕鬆贏出呢場賽事。熾烈神驅第2，日馳千里第3，缺一劍跑第4。頭段用多咗之下，直路初雖然撳住透出，但拉士200乏力。跑過第4移回，初跑泥地，試過1200途程，有多少試準之感？小兩過往都講過，可以留住跑嘅馬，忽然放頭走，下2仗肯留的話，必可交代。季初已經有隻聖多多為例，狂放1次之後，到第3仗之後就立即交代，父係俄式變革，外祖父為緊密穿梭，泥地係必可應付。佢上場至今18日，2課2段而嚟，廖康明又可以繼續攬搏攬。第7場揀膽，小兩就揀呢匹11號馬缺一劍。至於小兩周4嘅投注策略，第3口馬寶，小兩經已喺排位版單邊搞掂 post 咗出嚟，未睇嘅馬有時間的話就可以睇翻。今集小兩就分享一條位置連贏過關嘅2穿3。第2場
12號馬東方寶寶做膽拖，2號馬嘅勝在有型，5號馬嘅飛雲同埋8號馬嘅東方魅影射落去尾關。第7場11號馬缺一劍做膽拖，4號馬嘅得心之餘，6號馬嘅肯佩斯同埋8號馬嘅開心5月，又睇下大家同小兩同唔同路啦。多謝晒咁多位，拜拜。